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1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好，很白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很白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很白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在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在手边平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时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好，接下来你的走运动呢是
给你好脚力的运动哈。那只不过我们要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准备一条弹力带哈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动作呢？好，我们要训练抬脚鼻内侧的肌肉力量哈。我们可以准备弹力带，然后呢绕过你也抬脚鼻的内侧。我们现在训练的是走偏的抬脚鼻内侧的肌肉哈。嘿，绕过抬脚鼻之后呢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脚鼻怎么办？往内收。很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再回正，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吸，吐，很好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搞回来哈。好，一般来讲 ，any key 除了外侧的肌肉要训练，内侧的肌肉也要练习哈。来，吸气，吐气在内夹，很好，出力喽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再回来。你要完整片哈，把弹力带一样，哦，绕过你脚鼻的七条后部一滴滴嘞，哈，上面一滴滴嘞，把弹力带卷起来。好，来手拉着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大腿内侧用力，嘿，勾出力。好，把弹力带往内夹，很好，出力咯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呢，再回来。你给我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出力。好，出力，很好，再回来。好，我们训练了内侧，那外侧怎么训练呢？好，我们把弹力带绕过你的七条，对，放在你抬脚鼻上面哈，然后一样，我们的先从右边开始训练，所以走熟出力，赖点你的打压。好，要做的动作是把我们的脚，你现在先训练右脚哈，把整脚往外拉，对，往外拉的动作哈。好，这时候外侧的肌肉呢就会被我们训练到了哈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再放下来，很好。我们过来走一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外侧拉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你要玩走脚哈，好，把弹力带调整一下。一样绕过我们的左脚，整熟赖hen hen，好，臭掌，都是脚力，身体要赖起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呢，对，左脚往外打开。好，你脚鼻外侧的肌肉，这时候呢，你会感觉用手来hen hen，这代表又出力哈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回来，给我走一遍哦。吸，好，吐气，对，打开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怎样？再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走在把弹力带，也好训练的是我们贵扎下肢的肌肉力量哈，把弹力带调整一下长度，然后呢，用你的脚带，好，让它踩着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做什么动作呢？规只脚，出力翘起来，好，脚蹼会翘起来哦。对，在这个动作停留一个3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哈，背弄一定会 touch 了哈。来，我们再做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。对啦，脚翘起来，脚蹼会翘起来哦。对，平常这个动作，你走在看电视啊，哈，在家里面看电视就可以做。你的脚在看电视的时候，脚骨是有力的哈。好，来停留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变下来。
好，又感觉你的脚又滴滴的酸酸啊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脚伸直，脚攀翘起来。好，因为感觉你的抬脚臂的肌肉很好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这时候我慢慢的变下来。你要玩训练左脚，好，把弹力带变啊左脚下摆，对，脚踩着，好，预备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脚用摆，伸直，脚攀用摆，翘起来，对，很好哦。来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变下来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脚攀翘起来，对，这时候身体啊，打气，莫又等于往后坐，不行，因为会送到你也绕骨了哈，所以肚时一定会出力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够慢慢的放下来，嘿，够做100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脚伸直，脚攀翘起来。好，假使有的朋友脚好有力，你做得卡好够大了，好，卡好够大了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变下来。好，很好，来放轻松。好，脚还有哪一块肌肉很重要？我们臀部的肌肉很重要。你起点来讲都要用到我们臀部的肌肉。所以呢，把我们的弹力带变啊脚底。好，一开始走得溜溜的，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呢？绕你的整脚往下用力踩下去。好，这时候弹力带会很，好，往下踩下去。因为感觉你从因为起起来的感觉哈，这代表你臀部那边的肌肉要用力哈。好，从因为起起来，但是没起起来哈，这才是用力对的位置哈。好，来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再放轻松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把脚抬起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整脚用力踩下去。嘿，你有感觉你的屁股后面的肌肉又出力啦。很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变放松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出力。嘿，出力踩下去。好，出力的提缝很易凑等那屁股的位置哦。好，用力踩。嘿，重新丢下去。好，再放轻松。好，我们现在玩左脚。对，左脚一样先抬起来。好，出力，出力，往下踩下去。你的屁股要出力哦，用力。很好，放轻松。勾了一遍哦。好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出力，踩下去，用力踩。这时候你的屁股呢，肌肉要用力哦。好，出力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慢慢放轻松。OK， 你今天的运动就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冲做运动，用你的脚筋让有力咯。